你知道蚊子妈妈的卵巢在哪里吗？答对了，这是白线斑蚊长大的样子，这是埃及斑蚊长大的样子。由着中校国中妇幼的学生向大家介绍蠓仔生卵的所在甲蠓仔的种类，就会使了解到这开了3年的病蚊蠓虫防治在地生活教育亲近计划的成效。但市政府甲中央为了让防治天狗日的观念会使正确来扩散，特别推出了这个计划。伫各级学校成立了科学防蠓的试验社团，透过简单趣味的手作实验，让学生亲自了解到防疫天狗日的知识，成为家庭防范天狗日的重要一部分。8号上午举办成果发表会，市长王伟霆也亲自出席，欣赏学生的成果。我们要把自己这个过去的惨痛教训要能够汲取，然后能够这个深化如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能够深入耕耘，能够把这个防疫意识这个做好。那将来我们的同学不管是幼儿园变到小学生小学生变到中学生，中学生变到高中生，然后变到念大学，都能够把这个内化为自己的习惯随时清除滋生源，随时这个做好巡倒清刷的工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离登革热很远那登革热也不再会变成对我们的长辈对我们的年轻的孩子造成影响、危及生命的这个威胁。这个计划除了需要学生的努力以外，老师的投入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个计划上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需要老师持续伫学校来亲近，让更较侪学生会使了解到预防天狗日的知识。我们不是只是像刚刚说的巡倒清刷，可能很多人过去觉得，我巡倒清刷我很习惯讲，但是我们让孩子们更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那这一些就像刚刚市长讲的，孩子们会长大，那他们也可以把这些观念带回去。其实我刚刚在影片中有一段非常的感动是我觉得老师们真的竟然参加这个计划之后，连老师他都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值得推广的一个，不管是知识也好，或者是一个行为跟态度。那我觉得老师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根基。老师也可以很认同的说，我们的孩子他们会长大毕业，但是我们有新的孩子会进来，所以透过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向下扎根的话，那更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网变得更加的绵密其中大安高中的学生运用见水藻的假孑孓来做实验，相当趣味好耍。就是他会把孑孓吃掉，对，就是大概跟他体型差不多大的孑孓，拿一个空杯子，然后装清水，然后放叶子，然后泡个2个星期，然后让那个营养可以跑出来，就是叶子里面的营养，就是见水藻它生活需要用到的营养，然后就可以把它放进去，见水藻放进去，然后大概每个星期喂1次，然后可以喂酵母菌和鱼饲料。国家蚊媒传染病防治研究中心表示，天狗日的防治需要政府甲民众共同努力。国中小学的学生如果会使伫学习的阶段就了解到病蚊蠓的防治甲环境管理的知识甲态度，将来就是国家第一线的健康国民，防治工作的落实也会更加有保障。但新闻国不易采访不得。